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今仔日审查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就立委提案爱加重刑责，阻挡家庭暴力搁再发生。另外嘛，建议讲得爱设置宠物安置所，才袂互被害人因为惊动物伴受到对方的苦毒，唔敢去报案。 顶个月底，高雄一个超商旅店员叫前男朋友压倒重伤30刀，目前还搁伫病院治疗。因为两个人分手了后，男方持续跟踪骚扰女方，要求要搁交往。女方报案了后，嘛得到保护令。不过男方真侪届违反保护令，甚至搁压倒伤人。对这代志有立委提案修法，要求甲即马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搁加重刑责，才有法度阻止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保护令也不可能24小时给你保护掉的啦啊，所以对这种人身安全啊，真的很可疑啊。所以我这样说，我们要如何来加强？是不是罚更较重嘞？判刑判更较重嘞？这也当然可以的。另外，也有立委烦恼家暴通报的案件多，保护性社工人力欠缺，建议庇护所应该爱附设宠物安置所，让被害人唔免惊家己的宠物受到暴力。安尼无被害人可能因为安尼遭受威胁，唔敢报案。被害者因为顾虑着毛小孩而延迟庇护。这一个部分我们会也是会再做评估家庭暴力加害人的危险程度，我们会把它放进来。立法院卫权委员会19号审查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卫福部是讲，这届修法的重点是伫咧完善被害人保护措施，亲像 家暴性影像捏做互人散布，网络平台业者应该爱限制互人看，还是移除。安尼无相关会当罚60万块的罚款，并检定被告。捏做违反规定，检察官会当申请预防性羁押等等。同时，嘛甲同性婚姻的权益纳入一体适用。记者综合报道。